老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老板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老板，我是想说，谢谢你在电梯里跟我说的那些话。我第一次觉得，好像倒霉也没有那么让人讨厌了。我会像菲汀斯格说的那样，调整好心态。不过，老板不可以退休哦。是费斯汀格。喂，博士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我突然感觉到心口疼痛，呼吸困难。怎么了？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看来今天上班的是另一个博士。你是说我人格分裂的事情吗？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，天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。毕竟我也是个天才嘛。说正事儿吧。上次更新完之后，我总觉得我的心脏更加不稳定了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了？我有过度放电。真的吗？你遇到让你心动的女孩了？我说这10年来你的心脏一直非常的平稳，怎么突然间这一段时间数据变得很奇怪？你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呐？你这么高兴啊？之前你还嘱咐我千万别碰到这个人呢。你别管那个人怎么说，你现在只要听我的。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个特别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我真的碰到这个人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平稳一下我的数据吗？没有。那我告诉你干什么？我可以把你机械心脏的内置灯换成粉色，这样更适合你的心情。你这一天天玩呢，这是？好，你冷静一点儿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我和那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顾川，人生很短，这颗心脏是为了让你活下去，但是活着和生活是不一样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想给你希望，但是我会全力以赴。改造你的心脏是我的人生的头等大事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要知道，我不光是名医生，我还是一位科学家。我知道，非常疯狂的那种。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，你能活着，我很高兴，但我不想让你过早的废掉。你要好好的爱护自己。有些事情啊，你也说不准。每个人都希望我活着，只有我自己不希望。